为是上书公子，小心可讲啊！弟弟母亲，那今日心下配配，这匹暖山青云灰。你女婿今天多听我一娘娘要我家来，言起色报答上青春，为您小夫去山下打擂台，二姑也是送手首富，老爷你可。这今日心，多谢你呀！先上山玲珑山无法领啊门，上到了地台保兵满去看，弟弟的亲家本是从长义，菩萨有因子心。我听得天下风光地无好，一样天年葡萄生。弟弟母亲，姨娘啊，风波凛的西定你，万幸儿老当真。人亲家教子有方，不愧是相公儿的。弟弟母亲，岳母岳母，弟弟母亲，苏州的花园，苏定府越大越漂亮，还是到我家来养老。对对对，一定到我家来。来，岳母岳母啊岳母，张须是同长子迎亲儿老到我家来。岳母岳母，你给当谁来？弟弟来，岳母行谁来？岳母到行谁来？要到行谁来？你们多是小心，等我高楼以后再得到你。你们先到花厅用茶去吧。啊，母亲，女儿，母亲，你再喜欢我，你咋子不到我家来？女儿不宜，真把你错外了。是个女儿好心好心，赶来的个女婿子儿亲，当起花开与舞动，可须是男女百分离起来。禀老爷夫人，三姑爷三小姐拜谁来了？哦，带来什么手礼？一双空手。哼，这个伶牙的野丫头，嫁了个穷书生，流落天涯，他来做甚？夫人，几来拜寿，可谓之礼嘛。吩咐他们进来。是。三姑爷三小姐，老爷叫你们进来。岳母队长要去哪里拜坐？是的。叶心女儿，起来，起来！罢了。三小姐，翠叶。你们二人从哪里而来？这一下家境可好啊？
岳父岳母啊！他们到子房去吧去。夫人，晚宴已经备好了，到三小姐上姑爷一道去吧。都在。好吧，那子娘好菜好饭可得。是。子王去。哎，娘子，快追呀！快来呀！来呀！
名字，
的姑爷素在水府，云彩玉丝，脚本看马闹，台上贴他早，三正开闭门吃不了，拿去喂狗喂马。我们三姑爷可不将那种水花灯头一包草。三姑爷一文好，国气好，心肠好，事业运转别中长远。他中长远，哼！你我叫我上眼睛，你管打赌？当赌？当赌就当赌。你宽中的巧话上远，叫他走小路不好了。你等等，现在你打好了，你等等，你打好了，跳操了。杨烈，此次彩烟寺里太没有规矩了。什么规矩？什么规矩？规矩。太妹，你受委屈了，傻小子，是你们受委屈了，你们还是委屈吧。娘子，你可曾听见门外婢女吵架？婢女吵架，与我何关呐？你呀，吵架不为吵叫你，气坏了彩云要背你，娘子啊，大人不计小人子，荷花之罪与高低，抓我不作戏，骂我不生气，眼前子红姑子何必婢女之言别是非，乖人啊，婢也在口不在理，上多看他要受气，在郎君不为天涯风霜苦，丈夫将且早催身旁披披。娘子，被人并不想积德有加，这位敬娘吉人所误，他痛恨年松尊爵，早有自见之意，等他为今面现自见自己，便为难经。官人一直为民此害，为我报杀父之罪，妾身腹不依从。三车，叫我出来。儿媳妇也来了，请里面坐。哼，里面一股中顺气，我们不愿意进去。我问你，我的贴身丫头，你为什么骂他？你为什么当他？当个也要看自人
小姐家子开成天，对，哈哈，祖孙定到爱子女交归，正姐姐来关情义来得在，真快走房爱比比，今朝的你外卡西，我夸你夫妻不得分分清。儿媳媳妇都来娘家做客，晚当以礼相待，岂能以夫欺平？说话不讲道理，谁不讲理？谁不讲理？娘子，哎呀，娘子，这种人不可理喻，何必催他？哼，美玉怎么便当？我进去。且慢，你们一生紫光宝气，竟不知这王中穷酸之气，何必进来？你三成本年你夫妻重度落魄，好以思虑父内，你怎个得罪贵客，外不当面对理？母亲替你扫马生子，原是儿媳妇短，反把母亲问过彩云便知。哎呀，母亲，分明言你偏心错怪，十不背地小戏告辞。也是坐下与我做知死。三称母亲，你个言我偏心错怪，女儿。不过母亲，这是女儿为弟弟母亲补做的谁啊？哼，这种大子在我们苏州府中只配给下等人传用，拿下去赐予门公父子。不孝，须下吕备负重。母亲，我夫妻一片真心说，得当多是为父有子恩难。并不惨，并不像盘龙扶风上门来，反正他做下一何也尽孝礼，拜别不用岳母但等见过岳母面，呈上书信免离开。终归说啊，看了每个路虎伤心来。何必再等老爷回？永日不
母亲你，三妹，三妹，三妹夫。为进到房中取来我所女子，谁知不知大姐。真对我丧了，官在娘子好不糊涂啊！尽管违抗母意，几斤银两，回去。大姐，哎呦，三妹夫，回去。快飞呀！王道驸马错城门。这里边与我结绝色。
是。恨得过唐廷金财命难逃，两番恨负谁过场？下等莫等口眼心思交。委屈了，是啊，小婿告辞了。老爷，哎呀岳父，倘是早与年强讲好，也不为受此之烈。什么？岳父也太没有远见了啊！你告辞，你王三，你儿子弟弟母亲，去吧，去吧。有梦，妹夫，你们还不快走？有家有难，怎能一走了之？哎呀，两位妹夫，你弟弟此事谨慎，欲导致军事不利，围墙之下，万事快走的好。弟弟，我们也走吧。不要连累你们为日委屈吧。去吧，你们都去吧。哎呀，老爷自己一场空，女儿哥哥离娘走，大奶到来恭喜呀东。哎呀，老爷
真到人相落，帮忙苦叫在成语月还有走银罗。这个不孝之人定上于我，被我关住了。老爷，老爷，这是三姑爷留下的事情。哦，但是他骂我，不，他劝我按住继承自己，事情来不及了。子祥，奉天正月，皇帝诏曰：杨继生诬告年宋正祥，当当9日前死。年杨继康平时早为健身，从快发落，接着去协助为您草木家常，做出进度。接着，老爷。有木到苏州来了，演在哪里？在大吉家，大吉夫到南京去了。大吉陪着岳父岳母，好不轻也。我弟弟母亲什么打扮？穿着员外夫人衣衫，上下一身新啊！看来我弟弟美玉方才，乃是高老万象。哎，你为什么不叫我弟弟母亲为夫？没有夫人做主，我不管。让你真笨！哎，但是我母亲领有30万两私房银子，30万银子，30万银子岂能让大吉独吞？对对，小莲，哎，快带我去把弟弟母亲接回来。是。
去呀？大姐夫，你从哪里还来？哦，我从南京刚回来。回到家？没遇到家？你没遇到家？那我到哪里去？暂时不告诉你。哦。你兄去过南京，闻得念想情绪将暖，他要把杨继生的情欲一一查问，那你我两家为不为此事情啊？啊，引起你兄当同关节，但是念想光受女子，你我怎能消极念想犯了淫子，便可拜倒你父？这个。哎，金口同声，这滴血本，这的话，哎，这份拜神义父的书帖，我马上与你提笔。好。啊，大继父一肚子墨水，拜托，请。
了。对，下联叫家弟们到大吉家中，把老爷夫人的香笼外件、银礼包裹，统统地放到这里来。是慢，弟弟，还有什么吩咐？哎，儿啊，为吾学得为民，草木家产，到此两手空空，哪里还有什么香笼？哎，不急哦。放到儿啊，这里升到这套新衣裳，还是在上叔父你大吉为儿老跟我的你夫人，丁老爷夫人，一切都准备好了。上当，何故发怒？这般奸人不听使唤，真叫人生气。你们说说，我去就来。老爷夫人，我看二小姐没有大小姐回头，我去请大小姐来再做商议。慢！哼，雅丽，你要做什么？当初你是情人，仗着老夫人宠用于你，你打我一巴掌。今天你东家失势了，这一巴掌我要当完放肆。雅丽，你滚！为什么不滚？老爷，翠玉，夫人，翠云爱上自小，只怕你们这里止不得了。我去请大小姐来接你们回去。翠玉，夫人，看来翠云也自有理呀。老爷，丫头不好，与小姐有什么下果？儿啊，为吾负重脊梁，蒙你在后花厅设宴，快别为吾赴夜去吧。哎呀，弟弟，此事不巧了，真是不巧。你女婿生今天押了苏州城里的府上举国，在后花厅请客吃酒。哎，那也无妨嘛，不在后花厅，还可以另外设宴嘛。上当。是啊，自己爹娘不是外人，随便哪里都可以用膳么？哎呀，母亲说的对，自己爹娘不是外人，随便哪里都可以。杨爷，快带老爷夫人到厨房去吃饭。什么？两位老人家我外了，到厨房去吃饭。你。夫人，女儿怎样小心？我倒要尝尝这个味道。来，懊悔我日光断头家家悲。明日扫麻烦，姐妹原来与无功，
母亲呢？到子王吃完去了。什么？到子王去了？你，母亲，你们是回去了。人生人把一波下，一阵心痛叫来嘛，千波年百波错。呀的妈他把爹娘当作一代老教皇，光气于一来到我把撞到几身背在身着来归乡，要不过高丽妇人到我家。你就跪下，跪下！你干什么？家告无业，你去告。我只晓一张张知道归呀，这你上门来敲诈天的官司，我不怕。弟弟母亲随女儿回去吧。不许是。好大的胆子，没遇得到我的同意，怎管谁律他们？果然，他们是我亲生父母啊！哼，在家从父，你可以听他；出家从父，你舍得听我？不要理他们，你叫我回去。官人，快回去！
起来，听我说话。乖人，乖人，起来。你才能见到他的胡乱讲，你想过非是当朝他忠良，两极身手不是黄水白，他才是奸臣们与好下场。你夫妻下身为民生于谁，我啥子虽然与他遭祸殃，可是我要百年孝做你父啊，早来早比往陪他为栋梁，用起你为家去宁负善良，送他们作为伴转至他乡。对，我也测50两银子，可算生情你子了。好，娘子不用为家去拿，孩儿们节目也有。是，下联叫我爹爹母亲区100两银子，再加粮草1窝。什么衣服？我大姐夫府中结什么新衣服？我丁府也结什么新衣服？是，慢，不用了。夫人把衣服脱下来。啊！老爷，爹爹母亲，哎，娘子，娘子，弟弟母亲，小女儿死了，死好了。
为也点也不讲。自坑，这官还要马上快回去。你儿啊，弟弟母亲替吾接人之物，他的天能相见，儿啊，你回去吧。今日你我苦于客人到来，弟弟用兵啊，昨晚风雨他来呀陪，大门开，他老小鬼满面追，想我这一彩云里，原来是岳父岳母帮随。他讲些什么？就负责草头之恋大官队，讨公家看见么对，谁可恨还老到猪堆找女的，一个个跟着做不知趣。先生，你们看这事情，这是大欺负于这的事情。与子云凤逆乡之民来到杭州，下次经过我收留在官，必为同党。快上你岳父悄悄出门去吧。弟弟，岳父是你亲家同窗好友，为父定年走啊！是可你们知道什么？哟！老队士啊，你雨伞回来这啊！母亲，弟弟为儿虽然岳父岳母才生气意。哦，母亲，弟弟要将岳父岳母送出府门。请婆婆做事。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与我啊，问心问话。母亲，喜得亲家远道而来，快去请亲家公亲家母出来，还背段远句。是。等，哦哟老爷，这啥还会跳了？杨继康乃是国将之人，岂可轻易留在府中？哎呀，老爷，侬此番与普渡山，他不算行罪的，会见得良心的了，被牙鬼吃他罪。
哎呀，老爷呀！老爷这话分中听，怎么亲家不相称？当初是侬个同场雨，同你那个为官年雨成，常来常往常相亲，常上那个儿女配成婚，与亲与密与远门，两家成家一家人，至今亲家都在心，千里迢迢找上门，只要陈穷志不断，哎呀皇帝言语操心，留下亲家我所知，弄挂儿子为我应，老爷侬要仔细听，仔细猜呀，切莫说落亲夫人的事里在呀，弟弟千万不可去呀，不是老夫心太黑，也不错难保银湖自造越看别人无常财，这在你想要迷茫美，办法哦，办法倒是有一个，可是亲家的大女婿已把你相过为女巫，我被亲家寄去找他，据他想办法。妈，我这不是就那个神策中的一官亲事，亲家仁兄告辞了。有母亲长，有母儿啊，
姑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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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姑
已把你一对文明约定请收下了。二弟教授虽然微薄，为啥正好随你？刚嫂为娘，理当孝敬。二弟将汤烧好，谁拿来？哎。姑娘，姑娘，父生老老爷夫人在哪里？在张王庙。二弟，你好好照顾他，回上去才来。哎。姑娘，醒醒！你是谁？你是什么地方？姑娘，姑娘亲姑娘，放心下下，这暖路堂，这里是南京城外最家当，只为我兄官官考赴营地，奉诏命当听军报，当今解放。在路上见你昏昏倒在地，
里，曾经的兵器满地所风光，看足有夫人经过相救你，顾不得男女之间有他吧。这草房是我嫂嫂一生日，求你来与他作伴一无妨。姑娘啊，因我遭难对我讲，不要悲伤来望我。姑娘一定生活人，你只管披上我嫂嫂就一上。谁当天
自古茫茫野花花，顶多老百村调。心你可能天云姑娘，嫂嫂把您想坏了啊！你嫂嫂是谁？胸上只有印了嫂嫂杨三成啊！三小姐，姑娘。小心了，夫人，夫人，老爷，夫人，老爷，请他不知去向了。夫人，老爷，求地道如意世界夫人，也罢，你我不是一死。夫人，我怨恨你谁？我忍你吧，我还不想死你。听我的东东不是落来人，我心中还有一点来不完。好飞鱼，见他最真去行门，落心疼我。往下游泳。老爷，
臣开门。娘子，贵人又来了。娘子，面对郎君心意，不上外子举一定。贵人啊，推为夫子坐月灯，天天派你传家娘子，此番父是金榜题名，长远接替。你想过收我为门生，做了屈身金恩。你对他那年送老这里，娘子，官人，你怎能不忠不孝，轻贼不分？说得好，儿啊，想不到你也是个坑心贼，却也无私之人。原来是岳父岳母驾到，消息大力传百。哼，老夫绝不与圣上阻止人为夫。你是要夫妻到老，这今夜立即与我抛掉。请岳父请消息，请信奉禀。你讲，你送红姑养命，多少忠良受惠，引入我列子之间，担心不便，岳父啊！小弟我登门对把将我背，为的是生的富裕自他海，为此随天老人切人来，他把我切身平安出京来，一路上义无四方查见到，让我年车的朝天台，心一丝长天之风接万岁，落一个亲自名标为国之间为民子，方才我中夫人，老娘子，哎呀，倒是老夫一时心急，错怪也许了。范姑爷，范姑爷，彩云，多亏你照顾儿了。是啊，兄长，夫人，哦。是背上来子了，神才长得一光清秀，谁是你的娘子啊？哎呀，娘子，是今年送上你，我在隔着引起万子杨四郎的女婿，今日一来与娘子普尽仇怨，还来拜着岳母落得他手。夫人，在此
此喧哗啊！用不得上，小婿工作前去，他力传百里。你为玉里来见我，娘子，听美言几句，虽是本身得罪二老，事过后悔，今早得来登门谢罪。哼，谁听你的花言巧语？出去！娘子，儿啊，禀老爷夫人，三小子三夫爷拜寿来了，怕怕有请有请。所作所为，情理难容。来人呐，有夫将这个无情无义、丧礼寡子都赶了出去，永远不许上门。哎呀，死老子！你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是呀！好亲家母，亲家母！老朽当年飘零四方，无人收留，今日亲家特来拜寿，哎呀，使我好不惭愧呀！是的，亲家公，亲家母，我个老头子嘛是没面孔来把手，今朝嘛是我昂哪一来，百里道歉的。老朽当年委曲尽到，认得了二位亲家，多多有才。看在亲家母的份上，哎呀，不会呀，不会啊！是啊，你我还是要好亲家，应当要好，应当要好过。请两位亲家先到花厅用茶去吧。居民啊！哎呀，居民啊！杨明啊！你们，你们要做什么？我要我才上眼睛。哎呀，夫人居民啊！也得是事。哎呀，母亲啊！前皮此里太仓皇，风使我银龙美夫郎。说什么？那是穷闺中长月，今月我他夜衣裳，我要为三妹夫妻擦口气，今要他
人，整个吵闹热闹。哦，不，我们是想与穆大人拜寿。谁是你的岳母？母亲。谁是你的母亲？哎呀，弟弟，我是你的亲生女儿，我是你的亲生女儿啊！谁是你的父亲？欺人！你给我走！滚！我不准！我个女儿被人，为什么天天都追我？你们不认我女儿，我死也不追，我死也不追！哎呀，真是气死我了！新姑爷、新小姐为夫。儿啦，姐人，你来看看，我有这个孝顺女儿，生你8倍。